你想唔想有源源不斷嘅錢嚟到你身邊呢？咁你就要成為一個吸金體。呢個詞咧係最近非常之流行嘅，大家都希望成為吸金體，可以令到個財富源源不斷咁樣向我哋跑過嚟。咁點樣成為吸金體呢？第一，你一定要有一個正向嘅能量，你要快樂啦，你要開心，你要微笑。有人話其實一個微笑啊就值千金。當你微笑嘅時候，你會向呢個宇宙發出一個積極嘅信號，而呢一個信號咧就會幫你吸引一啲同頻嘅人嚟，而呢啲同頻嘅人裏面有可能就係你其中一個貴人，帶你奔赴嘅一個貴人啦。咁當有咗貴人之後，你要做咩呢？好重要一點，你就係要行動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有金山銀山喺你面前，你都唔會攞個鏟去掘去挖礦嘅話，錢啊又點樣會嚟到你手上呢？係咪？最後一個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就係當你擁有財富嘅時候，你要願意將財富分享出去。因為啊，當你分享財富出去嘅時候，你先會有一個正向嘅善意流，咁樣先會帶俾宇宙更多積極嘅信號。當宇宙接觸到你積極嘅信號之後，佢就會再回流俾你更多嘅善意，更多嘅財富源，咁樣你先會有源源不斷嘅好運同埋財富。